来关心秘鲁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，这是一架客运从滑落去200公尺深的山谷，造成上无24个人死亡，21个人受伤。当地市长是对外表示，事故的现场伫1个月前捌发生崩山，路是还未修理好势。若真正出车祸的原因，等待调查。这台客运并落去山坎骹，规台车拢变形，乘客物件是压甲规死过，救援人员落去正架山坎骹救人。秘鲁一台自万卡药市要开去万塔市的客运，昨尾暗在经过安第斯山脉万卡维里卡大区时阵，滑落去200公尺深的山坎，造成严重的死伤。因为超速、路歹、交通标志无清楚，还有交通执法无认真，所以秘鲁常常发生交通意外。顶个月伫同一个地区也发生一件意外，造成13个人死亡，5个人重伤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，2019年秘鲁有4414人因为交通意外死亡。2022年虽然有小可较降，不过依然有3311人死亡。秘鲁的交通监督机构讲，这台客运有通过上身的安全检查，也有保险，受伤的人拢已经送病院。Hasta el momento hemos recibido 11 heridos. Estamos desde las 6:45 promedio recibiendo el traslado, ¿no? 当地市长讲，出代志的高速公路1个月前捌发生过山崩，路一直拢无修好，不过出代志的原因也是在调查。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。